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非常的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我们的永光教会。阿门，阿门，来到这里敬拜神的，都是充满了从神来的信心。阿门，阿门。我们信，然后呢，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才信，而是先信了便知道。阿门，阿门。因此呢，我们有属神的眼光，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他，乃是因为我们有这份的信心。牧师邀请我们从座位上来起立。牧师要问你哦，在这几个礼拜当中，你的生活如何？你的生活得着满意的，然后得着恩典的，你大声说阿们，阿门，哈利路亚。当我们信心宣告的时候，这些应许都要在你的里面。是牧师在3个礼拜在国外，非常的想念大家。今天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呢，牧师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真是美好的时光。感谢主。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来敬拜。牧师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手举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有30秒的时间，你与圣灵相通，你跟他对话，跟他交流。哈利路亚！圣灵今天要对你说什么样的话？他要带下什么样的祝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我们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要全心的敬拜他。我们用3次的哈利路亚，把荣耀都归给神。预备好了吗？3次的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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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阿们，阿门。我们必定充满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援助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阿们，阿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在旷野之中紧紧跟随，援助我主。一起跳舞来赞美神。我必不沉落，旷
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充满信心，大声的唱出来。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在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你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平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好，我想要来邀请弟兄姐妹，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更热情来赞美神，阿们吗？阿门，我们要来宣告，天气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阿们。阿门。天气也不是我们不赞美神的理由，无论怎样，我们的环境是好是坏，我们总要将赞美归给神，阿们。阿门。因此，我想要先邀请你，告诉旁边跟他说：“我充满不动摇的信心。”我充满不动摇的信心。等一下，我们要再从副歌来唱的时候，邀请大家热情来赞美神，阿们。阿门。用舞蹈一起来跳舞赞美神。海浪之中 ，Come on！ 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神是得胜的神，阿们。神是充满能力的神，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赞美，都要归给神。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开口赞美神的同在都降临，阿们，阿门。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
来宣告。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一起来宣告得胜，得胜都因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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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再一次来宣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神在的膏油在这地，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就在降临。我们将我们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得胜的神，阿门，阿门，阿门。邀请你告诉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神是得胜、充满能力的神。神是得胜、充满能力的神。阿门，阿门。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圣名，就带来医治，阿门。阿门。当我们呼求他的名字，一切的拦阻都要被挪去。当我们呼求他的名字，就要带下医治，阿门吗？阿门。这首诗歌我们要高举宣扬耶稣的圣名，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你就呼求耶稣，耶稣，神的灵就必降临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黑暗，阿门。阿门。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
烈火燃起。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让这首诗歌成为你的宣告，神的名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举起手来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你名是全能，大声来宣告你名是，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这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刻，阿们。圣灵必浇灌我们，大大护行我们，因为我们心单单归向于他的时候，他喜悦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父，我们今天就是要敬拜他，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心里所盼望的都愿意诉说出来。你愿意吗？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 RPG， 好不好？我们来找一位一位的，我们要一起来 RPG， 好不好？为我们第二件事情，为我们的家庭来祝福祷告，阿们。为我们的家成为祭坛的家来祷告。第二件事情哦，好不好？我们现在来 RPG， 一个人找一个人不会的我们如果新朋友，我们就会的来带他，好不好？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人，我们现在来 RPG。第一个来赞美神，第二个我们为家庭他的家庭来祝福祷告，第三个我们为他个人来祝福祷告，好不好？我们 RPG 开始，哈利路亚。我们来找，如果个别的，我们同工来跟他一起 RPG， 好不好？我们不要有落空的，我们都要有对象，我们一起来 RPG 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
告结束了，我们一起来敬拜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哈利路亚！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天父，儿女们在你面前，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全心全人的敬拜。阿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恩典，你用你的眼目观看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单单属于你。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家交你手中，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宣告，我们的家都是得胜的家庭，阿们。我们是健康的家庭，我们是传福音的家庭，我们成为社会祝福的家庭。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既把我们的家交你手中，愿你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祝福我们的家成为你祝福的出口。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跟隔壁说，你的家是蒙福的家。来，你的家是蒙福的家。阿们。OK， 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第2章，我们要攻读第1到第8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时间，请潘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接下来是我们讲道分享的时间。那在很久之前呢，牧师呢已经有预备，想要请我们的丽娜长老呢，可以安排一个时间来见证分享。那刚好这次牧师出国的时间呢，就可以安排他来分享。感谢主，让丽娜长老呢，她成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男性的长老当中呢，在去年她被大家支持选为长老女长老。她是继我们的青珠长老之后，对不对？青珠长老，所以我们教会的女长老要产生不太容易。感谢主呢，让我们教会的女长老每一个接一个的传承都是非常棒，很有见证，而且是热心爱神服侍教会的长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丽娜长老来分享她的生命。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丽娜长老，欢迎她。谢谢牧师，也欢迎2位牧师、2位传道回到我们教会了，我们大家长，感谢主。首先在分享之前，我邀请我们小组的一位弟兄，他是去年9月来到我们永光教会，大概1年的时间，那有非常美的见证。那我邀请他。那个时候我祷告说：“主啊，我可以差遣谁呢？”哇，一名赴上帝的约，好不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张一鸣弟兄。好，大家好，我是丽娜小组的一鸣今天有很大荣幸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分享见证。我虽然来永光教会短1年的时间，其实时间很短，也是在永光资历很浅，但是今天只是小小的把我这1年来的心得跟大家做个分享。其实我在就是永光教会跟丽娜小组，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刘哲老师介绍来的。那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家庭的一些因素，其实来到永光教会。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也只懂得每个礼拜来主日，然后主日完之后参加小组。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在小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像他外表看的那么光鲜亮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跟劳苦跟重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自己说，其实也许我自己的劳苦重担，也许只要蒙神的恩典，蒙神的祝福，其实我们只要交托给神，神会有最好的安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小组的过程当中，其实每当我们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不如意，或者身体、家里或者有任何状况，其实我们都会为他 RPG 合一祷告。在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把自己的苦担、劳苦交托给神，神其实会有最好的安排。刚开始其实我并没有办法领受这样来自神的祝福，因为我就觉得这可能吗？那神真的会眷顾我吗？但是在这1年当中，我后来慢慢发现一件事，其实神真的有神的大能。因为后来力量长老鼓励我参加成长班，后来门徒班。其实我在要参加这些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很多挣扎，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其实要叫我在周间来上课，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征战。但是当时我也就想，假使神真的有神的安排的话，那神一定会替我开路。那后来我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就是成长班的课程。在成长班课程当中，
其实我只有请过1次假，但那一次也就是临时真的没办法。那后来其实我在参加门徒班、成长班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把我自己归向神，其实神真的会替我们预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也更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刻的体悟到一件事，有时候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也许我们的呼求没有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自己反省，我现在的所求所想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其实还在不断的依靠神，在寻求神的帮忙。其实我来到永光之前，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工作上、亲子关系上、家庭上、夫妻关系上，其实都有，我自己都了解，都有，甚至我自己的身体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一步一步的交给神，让神能够带领我，让我有能力、有智慧去克服现在我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也很感谢神，在这1年当中，我至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我要先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在这1年当中，其实照着教会的每日读经，其实我没有办法每天写那个导读，但是我有每天听。但是我在每天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学会了把我自己的不足交托给神。那这个圣经的故事，其实也让我从里面学习到很多。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征战，每个人都有劳苦，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的部分。那我很感谢神。其实这1年多，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体重是9开头，我90几公斤，快要破100的体重。当时其实我心里知道，其实因为我各式各样的压力压得我自己喘不过气来。可是我来到教会之后，我学会把我的重担交托给神，然后我慢慢的，我不再透过暴饮暴食来抒发我自己的压力，然后透过健康的饮食，然后情绪慢慢能够平复之后，其实我现在是我20岁之后体重最轻的时候，我现在是7开头。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全部的衣服跟什么全部都要重新换一套。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以前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可以变到现在这么瘦，但是我这个瘦是我自己慢慢让自己把我自己的压力交托给神之后，神给我的恩典。其实我非常感谢教会，感谢长老，感谢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的支持。因为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也透过这个过程，让我自己慢慢知道说，这些事情有时候急不得，必须要有时间，神有神的时间。我也只是今天短短的分享这个短短的见证，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为什么现在很喜欢来教会，我几乎全勤。我家是没有工作的话，没有回中南部看长辈的话，我每周都会来，然后都参加成长班跟门徒班。重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有时间、有空间，让我自己好好的反省自己，好好的归向神。那也把我的压力交托给神。那我今天最后，我用马可福音9章23节的一段话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对他说：“凡信的人，你若能信，凡事都能。”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一鸣兄的分享。他这1年当中没有缺席过，主日全勤，小组全勤，我可以做见证。他唯一就是有一次，前2个礼拜中秋节，其他就是他是我们小组第1个全勤的。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是。好，希望这个信心、盼望、爱能够带给每一位兄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翻转。无论是减重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心理，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更加的轻省。其实耶稣是要我们活出那个平安、喜乐、轻省的生活。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心神恩同行，同心神恩同行。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赞美慈爱的神，你福杯满溢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今天继续将你圣灵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兄姐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能够来领受你的祝福。求你将你那新鲜活泼的大能继续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医治、喜乐、健康以及丰盛。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牧师出国之前，邀请我分享小组的见证，特别是夫妻一起服侍的见证。记得2004年9月，我们夫妻来到永光教会，到现在数算恩典21年的时间。这21年布满了神的知由，神大能的手就在我们永光教会做复兴的工作。从最初呢，我是参加雅歌团契，从团契开始，因着牧师的用心，我们就开始有细胞小组。那细胞小组，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牧养。接下来呢，就是这几年的抢救灵魂的幸福小组。接下来就是培育学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感谢主，我全程参与。而且呢，我看见了我们周牧师跟潘牧师他们的用心以及付出。更在10年前呢，周牧师跟潘牧师他们更远赴加拿大颂全内在医治学校，他们去那里再学习，从圣灵领受给永光的意象，而且呢，建立了永光培育学校，有2位牧师来亲自授课，带出属灵极大的影响力。到如今呢，造就一位一位神国的精兵，而且呢，也训练出培育学校的服侍团队、营会的小组长、班级的导师，而且分赐众教会来学习。所以呢，这几年我也为我的丈夫祷告，我非常期盼他能够加入小组和培育班，得着神的喜乐以及栽培。但是呢，之前因为他的工作常常值班，没有办法参加，我就跟神恳切的祷告，感谢主，4年前他退休了，妻子我呢就邀请他来到小组了。我的丈夫也因着爱神爱我，愿意放下自己，让神造就他人生的下半场的阶段。然后呢，他就毅然的进入培育学校接受改造。这全程1年半，毕业，造就了全新的他。现在的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
身体、心理都健康，他的个性更有弹性，讲话更阳光了，而且他的身心感到更放松、更喜乐。很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跟我一起服侍小组了。要不要介绍他一下？让我们知道是哪一位啊？啊，志生兄，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帅哥啊！陈志顺弟兄，谢谢，荣耀归神哈。那我们夫妻呢，我们就边服侍就边学习，而且呢，我们一边就经历圣灵一波波的感动和行动。原来呢是只有一位弟兄，就是我的丈夫啊，他进来本来都是姐妹，但是呢，自从他进来跟我一起服侍之后，感谢主，在这1、2年当中，我们就增加很多弟兄。我们现在弟兄跟姐妹的比例是6:6，啊，荣耀归神啊，是。而且是稳定在小组的哦。好，回顾这一路的信仰模式，神他是借着一对一对的基督徒夫妻来带领我们。记得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是在美国华盛顿 DC， 那个时候我先生外派的时候，有一对从台湾过去的夫妻，他听到我们讲国语，他就很惊讶，因此他就常常开车。这样子带着主的爱，带我们到教会，而且问候我们有什么需要。直到1年后，我们回到永光，我们来到永光。我记得来到永光的时候，我们的周牧师跟潘牧师，他们也是夫妻档。当时候我先生在上班，白天他就来我家探访。那个时候只有我在，我感觉到很备受尊荣。就是牧师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在聆听我的分享，而且中间都没有任何的指教跟就是说教导，他们真的就是很用心的在聆听，让我的感受是很备受关怀的。所以呢，这样一对一对夫妻美好的画面，深深存在我的心里。就像那个耶稣对玛利亚说话，深深存在心里。那这个画面就是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我非常的期盼有一天我先生可以跟我一起服侍。那现在的他跟我一起服侍在关怀部啊，也真的是我们都可以为上帝的事工来奔跑。而且我们与主同工之后，每一次啊，我们服侍完，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内心啊，非常无比的喜乐。我们也将这样的一个甜美的果实献给上帝，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是。这10年来啊，在我们教会的转型当中，我们也深深的看见弟兄姐妹愿意经历生命的更新，愿意蒙主造就，来为主服侍。无论是主日礼拜，或者是周间的牧养小组，还有抢救灵魂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街头布道，同工们总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实践耶稣爱人的真实行动，相信必蒙神的喜悦跟纪念。神也纪念2位牧师带领圣徒们走在永光教会的意向中。我们永光教会的意向就是成全圣徒，力行普世宣教。成全圣徒，力行普世宣教，也因着铁三角同心的服侍神。这个服侍神呢，包括夫妻伙伴一起服侍，亲子伙伴一起服侍，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伙伴一起服侍神。相信必领受神给教会和同工们加倍的恩膏，
加倍的果实，加倍的喜乐。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第2章1到8节，我们来学习同心服侍神，使我们教会可以更加的兴盛。当我们将人带向神的时候，顺着真理而行的时候，相信恩典必加倍，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你跟他祝福说：同心服侍，恩典加倍。好，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同心同行的意义。好，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腓立比书第2章，这里有讲到，其实这个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书信的第6卷，其中有6卷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就是都是写给教会的书信。那今天腓立比书呢，他就勉励合而为一，教会是合而为一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记载到耶稣基督舍己跟谦卑。当时候呢，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会众当中有意见不合的情形，还有一些假教师试图引诱信徒偏离真理。保罗呢，就透过这个腓立比书对他们加以劝勉，勉励信徒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必须要鼓起勇气，不畏艰难。我们要保持团结合一，同心服侍神。同心呢，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样式来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来学习跟耶稣一样的谦卑、爱心以及意念。因着主的爱，我们在教会会做各样的服事，不论是关怀人，或者是安慰人、劝勉人，这一些都是为了学习耶稣基督，不是彰显自己，也不是荣耀自己，乃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的形象来服事，相信必得神的祝福。这是同心。同行呢，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创世纪呢，有记载一位我们可以学习的典范，就是以诺。以诺他活到365岁，在他65岁的时候，他开始与神同行300年，最后是不经过死亡的，直接被神提去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讲到的被提，而且呢，他是被提的一个信徒的好榜样，值得我们跟随。他脱离了因罪堕落的死亡，所以以诺是没有经过死亡，是被神提去的。我们就是学习以诺的这个后半生所过的属灵生活。这个属灵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生活。那么如何的同心同行呢？保罗来劝勉我们，第一个就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
结党呢，其实会造成教会的一个致命伤。好，保罗呢在这边有讲到说，结党其实是跟情欲是同一类的。如果呢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话，其实是违背圣灵的同在。所以呢，这一些的肉体的情欲有哪些呢？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所以这一些呢，是属于肉体情欲的行为。那么呢，我们如何的来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呢？保罗有勉励我们，将我们的这一些的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而行，并且我们要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并且呢，我们可以有谦卑的心，我们常常欣赏别人，因为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他的恩赐，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我们要谦卑呢？因为谦卑可以使我们不会骄傲，我们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反而能够尊重别人。保罗教导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谦让，因为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所以呢，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要留心去做，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我们反而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罗马书12章16节。并且呢，神他会阻挡骄傲的人，会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呢，我们也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念别人。一个好的领袖，好的主的工人，为主做事，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只顾自己的益处，不顾念别人的益处。我们凡事要对等思考，因为耶稣对我们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要常常有同理心，常常的反面思考，能够思考别人的难处。所以不仅想到自己，我们也要想到别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跟不信任。所以我们属灵坚固的人，我们要去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样子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顺服我们的真神。主耶稣呢，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而且与神是同等的。但是呢，他为了拯救世人，他放下自己一切的尊贵跟荣耀，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个十字架是最残酷、最羞辱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就为了我们得救恩，他宁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若是回应神的爱，我们就顺服上帝的旨意，学习耶稣。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是主的门徒，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在主的真理当中，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都可以谦卑的服事。
我记得我刚来永光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受到，我们永光教会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很温暖，像那个暖流一样。就是我们夫妻来到教会的时候，长老们，像青珠长老啊，还有昭德长老啊，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一些长老们，就是这样子的关怀我们，而且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非常谦卑。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榜样，我深深的放在心里。我希望我自己现在也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永光非常谦卑服侍神的榜样，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长老。感谢主，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永光神会大大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都学习耶稣基督，而且牧师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好，所以呢，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彼得前书这边有提到，你们要自卑，让我们能够自卑在神的里面，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在社会跟职场当中呢，也是一样，让我们可以尊重次序。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这个伦理。我记得从我来永光教会到现在，我非常喜欢的，我深深可以感受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温暖、很有伦理的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是尊重次序的。每当我们要做很多大型布道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都会经过策划，人员是很有次序的教会，所以我们也是很有次序的门徒。组员尊重小组长，小组长尊重区长，区长尊重牧师，让我们这样分层负责。就像圣经里面也有设千夫长、百夫长。所以呢，我们互相来勉励，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弟兄姐妹都能够以谦卑来束腰，彼此顺服在上帝的里面，才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让我们不要过于自信，或者是过于自我，轻忽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合一，走在这个合一里，预防纷争。在我们学辅导的这一方面，就是超前部署，很多事情先预防是最好的。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教会要复兴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合一，神就会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可以预防纷争，达成神所赐健康丰盛的个体，就是我，还有肢体，就是教会。总而言之，保罗这边有讲到，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最后，我要赞美并勉励我们永光教会的铁三角，就是我们每一位小组长、副组长、守望者、众同工们，还有众圣徒们。神必看重你，跟随他，因为我们正在走在同心服侍神的道路。我们服侍神的教会，就是恢复神美好的旨意，是神在这个地面上所设立，在地如天的天堂的一个教会。也因着我们爱上帝，我们也学习爱上帝的家人，并且同心服侍神。最后，我们用这个经文来互勉。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以弗所书4章2到3节，再一次来宣告：凡事谦虚，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愿上帝赐福大家的服事，阿们。我们若同心，神恩必同行，阿们。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们若同心，神恩必同行。来，再一次来。我们若同心，神恩必同行。对，不管是任何的团体，同心是非常重要。同心是神所祝福的，而纷争是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应该要确信，即便你在家庭里面，我们也要去努力同心，才能够同行。而且我们同心同行的时候，神的恩典必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神，神带领志顺夫妻，就是我们的丽娜长老，来到永光教会。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哇，他们两个人的反差很大，对不对啊？哇！丽娜长老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喜乐，很喜欢跟人家分享。那志顺呢？志顺在哪里？志顺在这里哈，他就是非常的安静的。但我知道这个男人，我懂得他，因为我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他会观察，而且他会去分析。他因为有这样，也是因为他的专业，所以我就知道说，对，他要进来，要慢慢的进来，因为神必亲自带领他，让他在信仰道路上他是不孤单的，而且他只要他进来，他就会专注在神的道上，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对的夫妇在永光教会。后来他们搬到哪里？对，莺歌的时候，牧师就说好吧，那真的是很远哈，因为开车大概要30分钟以上，那就近在附近找教会。但是过不久他们又回来了，因为怎么样？有爱就没有距离，对不对？太棒了哈！所以他们回来就很热心的更参与在这其中。那我们也感谢神透过志顺神给他一个好的工作，他休息以后，他就全然的投入，因为他经过了观察以后，决定神要他委身在永光，所以他们现在夫妻两个人同心同行，有神的恩典护庇他们，所以在这个车辆来往之中，我们总是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是平安的，是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到家的，阿们。他们虽然住得比较远，但牧师不断的宣告，怎么距离就是恩典，对不对？越长的距离，恩典越多，阿们。像我们青珠阿姨住哪里？龙潭，那更远，对不对？有没有更远？恩典有没有更多？有，阿们。哇，真的是我们可以确信哈，因为神喜悦我们用怎么样心来预备，那是关键。如果你每一个礼拜来就很习以为常的，就是要这样来，不，你应该要知道说，你愿意用心做预备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愿意用心预备来服侍神的时候，神的恩典会护庇你，加添你，给你去经历他的同在。既然他同在，他就把他的全能，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一定加添在你的身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跟你同心的，你会不会大大的祝福他？这是理所当然的。神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把许许多多的榜样放在永光教会。所以永光教会是每一个人
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摆上服饰，一起同心同行的时候所搭建出来，一个是荣耀并且有大能的教会，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清楚，两个阶段就是怎么样建立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这样？对，并且我们就成全圣徒，例行普世宣教，这就是我们非常清楚，永光人每一个人都要清楚了解的。在这其中，你就是一个成员，阿们。你成为永光人的，我要确信的宣告，你只要任何的地方去，你说我是永光长老教会的，我相信神就因着你的宣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好不好？牧师讲道比较没有人拍掌，好像长老讲道比较有。对，我们也谢谢一鸣今天给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这其中。他也是一个思想的男人，对不对？对不对？若不是真的经历的话，叫他在这里讲，他讲不出来。那真的经历的，他就不用什么特别稿子。其实他是有预备的，因为他知道他把生命的见证透过他的话讲出来，并且这话一讲出来，一宣告，未来的恩典跟祝福会超过过去的一切。对，你献给神的，神就为你负责任的。对，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影响的是你的婚姻，是你的家庭，是你的未来，并且你的服事会成为教会的祝福，阿们。这是我们所确信的，有太棒了，很多的见证就在我们当中。好吧，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也回应神对我们的祝福。用全然的赞美，单纯的赞美，来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抱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如果你今天之前你还觉得你在人的关系当中，跟神的关系当中，哪里有卡卡的，哪里有卡卡的，好不好？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和好，并且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当我们同心同行所带出的果效是超乎你所想象的。当我们合一在神里面的时候，神的恩典能力必护庇我们。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哪一些还有卡卡的，还有一些结没有打开的，你要宣告，你要用你的话语，用祷告宣告，这一切都要离开，都要离开，让我们是没有拦阻的，跟人有通畅的，跟神有通畅的关系。阿们。好吧，我们呼喊主3声以后，我们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要我们能够合一在你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在里面说，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在关系上有时候我们好强，有时候我们单靠自己，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开启属灵眼光，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跟你和好。在我们的跟你的关系上和好的时候，你必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是越来越敞开的，是越来越喜乐的。主啊，把那些阻挡我们关系的，我们奉你的名宣告，都要斩断，斩断，离开我们，离开我们，让我们有你的爱，充充足足的爱，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就成为他的帮助。看见我们跟人的和好，是因为你爱在我们当中，把十字架放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更知道我们要同行，因为你必与我们同行；我们要同心，因为你必在我们前面带我们道路。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切不被吞。哇，真的手底哦！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自战自摧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哈利路亚！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自战自弃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刚才为什么牧师进来的点都没有对到？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没有到这么的恐怖啦，是因为我没有听到指令。
这个指令在哪里？谁发的？你知道吗？乐团有一个叫做 MD 的，就是音乐总监的。你知道我们现在乐团有一个音乐总监，他在发号施令，是谁吗？是呀，但是他发号施令，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有听到，只有我没有听到？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戴耳尖，没有戴耳机的监听。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同心，要同行，就是要怎么样？要戴耳机，听谁的？我们生命的总监要听神的，阿们，非常的重要。你看牧师的音乐又不是很差，对不对？竟然都进不来，连续卡3次，这就提醒我们，对我们同心就是要耶稣基督的行为心，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阿们。神的复辟能力就必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用音乐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是表达我们把全人都交你手中了，并且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圣灵的提醒，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主啊，感谢你，我们既然把关系看得这么重要，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宣告，我们把与人有沟通不良的，与人有结的，与人没有办法打开那个结的，我们就把十字架放在我跟他的中间，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完全牺牲的爱，完全无条件的爱来对待他人。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如此爱我们，我们也愿意去分享你的爱在我们的关系上。谢谢你，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眼睛就可以打开，属灵的耳朵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行。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把平安喜乐恩典丰盛赐给那遵行你话语的人。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跟隔壁说，我们一起同心同行。来，我们一起同心同行。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与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我全，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会众请起立。今日到主是
会众请坐。接下来事工分享，请潘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今天呢，透过丽娜长老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还有一鸣弟兄他的见证。神也要大大赐福我们每一个小组，都这样子来兴旺，因为这是神要加在我们每一个小组的应许。阿们。感谢主，那让我们能够有2-3个礼拜的时间在国外的休息。这一趟呢，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有这个计划，是打算在7月，就是在亚伦亚拿他们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7月是他们一个休息的时间。那因为8月他们就要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就有一个计划，7月刚好是他们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到国外去走一走，这个也是我们家人在他们还没有正式服侍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同行的时间。那但是因为呢，在7月我们的暑假的活动太多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安排。后来呢，我们就调到了10月、9月、10月。那在这2-3个礼拜，牧师真的非常的想念我们大家，所以呢，今天看到大家回到教会一起敬拜，那种的感动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呢，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跟你一起敬拜，非常的荣幸。上帝也大大祝福我们。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工。好，这个是我们的导读，我们一起来念黑色的字，来，请。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撒母耳记上1章17节，再一次，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撒母耳记上1章17节。是刚刚周牧师呢在带领我们回应诗的时候，他有几次卡关？3次哈！哇，我看到了就很没有。圣灵说不用紧张，因为周牧师呢他会很快就浪子回头。果不其然，他真的就马上抓到点了哈。是所以呢，我打开那个属灵的耳朵，一定要对焦于我们属灵的总监。阿们。是，所以我们小组的总监是谁？小组长。是，所以呢，我们都要彼此的同心同行哈。好，就像神祝福在以色列，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要同心要同行，神就带下祝福。好，接下来一定要注意，下个礼拜只有1堂的礼拜哦。1堂的礼拜是几点呢？10点，因为呢，我们要选举新任的长老执事。这个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是属于长老教会，所以呢，我们的长老执事呢是透过选举，并且呢是有好名声、有好榜样。那在小组里边有服侍的同工透过我们的小会我们的推荐，然后呢要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来投票来选出。那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我们现在在走廊上公告栏里面有公告我们的名单。这个名单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看。下个礼拜天呢，我们礼拜之后呢，我们要进入选举。那这个公告名单呢，就是有名单，就是你呢你的会籍有录在永光教会的，并且你有出席礼拜的，你的名单呢就会被列在那上面。因此呢，你的名字呢在上面就可以选举。那有些人他的名字可能没有在这个里面，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有会籍在永光教，可是他人都没有出现，没有来礼拜，所以他的名字呢就会移到下面。那我要请我们小组长来留意一件事情。下个礼拜天呢，我们所有要参与在选举，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达到晨会人数。晨会人数这个是一个选举会议的一个规定，所以呢，我们的选举的晨会人数呢，要达这个晨会人数，所以牧师要特别请我们，倘若你下个礼拜天你不能够出席礼拜，请你请假，因为呢这样就可以扣除掉这个应出席人数，以至于呢我们的晨会人数呢就不会太高的一个人数，以至于我们不能晨会。我们上一次呢在选举的时候，上一次差一点人数不够就会流会，
意思就是说，那下一次还要再重新一次。所以呢，你呢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也帮忙查看。如果你下个礼拜不能够出席来礼拜，就下个礼拜，请你跟小组长回报，然后我们就要扣除掉你的人数。OK， 假设我们这边呢，现在上面是314个人哦，314个人乘以2/3要几个人出席？314乘以2/3，来，谁心算比较快？200几？2多？哎，没有人算出来吗？啊？好，要200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个200多人，等一下那个算一下数字给牧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会哦，哈，是，所以呢，我们注意一下，那你一定要跟小组长，而且呢，你要 LINE 跟小组长说，我不能够到，那请小组长把这个 LINE 呢，要传给我们的干事，会华干事。好，然后你们传给他，然后我们都要有记录，好，要有记录，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会议的一个规则哈。好，所以呢，下个礼拜牧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来，你跟旁边人说，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好 ，OK， 好，那如果有什么样情况的，我们的小组长特别来留意一下哈。好，接下来。然后呢，下个礼拜呢是重阳节，我们也要向70岁以上的长辈们来致上谢意哈，敬意。好，我们要去绿世界，要去野外礼拜，这个是多年前我们有去过，那现在他们的园区呢有一些的新的改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去呢，因为在那里呢比较可以容纳我们永光教会大概400人的一个旅游哈，是，所以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每一个牧区，我们可以大力的来踊跃的来邀请我们的 best， 特别我们在上次出游，那我们有许多的桌群有成立，那这一些的 best 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他们来。那我们目前我们的早鸟价呢是到11月2号，11月2号。那3号以后就是收原价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我们永光全部一起都出去，野外的一个聚会哈，所以是非常好玩的。那我们中餐呢，在那里呢吃客家的一个美食哈，所以我们的牧区还有我们的小组，我们踊跃来邀请。好，等一下呢，我们的桌游呢有同工的备课，所以请我们负责的。副长还有同工，你务必要来参加，让你能够对你自己成为副长这样的一个责任，能够善尽你的责任，并且呢，把这个课程呢预备好，来做一个非常好的带领哦哈。好，接着，那2026年呢，很快就到明年了，所以呢，我们的教会牧师呢，在每一年的10月份、11月份都会有意向传递，意向传递很重要，就是明年。我们这一艘军舰要开往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的同工这上面的名单，这上面的同工都要来出席。所以你一定要出席，若不然你不晓得要把你的小组带向哪里去。所以我们的同工都要来出席。好，接着圣歌队呢，为了我们的圣诞节呢，11月1号要开始来练歌，所以呢，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好。另外呢，台北中会的传道部呢有长职的进阶训练会，时间是在11月1号哈。那这个我们台北中会的传道部这个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的长老执事一定要参加这个训练会。你如果没有参加这些训练会的话，你没有被选举的资格。好，所以我们的长老执事你要我们都要来了解这个时间。好，接着好，那我们的中央空调目前呢。我们奉献来到115万哈，我们继续为这个事情来感恩，然后也来祷告。好，那在明天后天呢，有牧师传道师的在职训练，在桃园芙蓉饭店哈。OK， 那我们的传道师要必须要去参加。好，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田妮，田妮在哪里呢？田妮。好，我们非常的欢迎田妮。
有2个小朋友，是不是？上帝也大大祝福你的全家，就像今天我们的牧师所分享的，还有我们长老分享的是，神都要与你的家同在，与你的小孩同在。感谢主，我们依次的欢迎。好，我们也渴慕田妮呢，能够持续在主的爱里边，在主的教会来服侍他、敬拜他。好，那我们的同工呢，有教会的小礼物要来送给我们田妮，我们田妮可以来跟着我们的同工。好，那其他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好 ，OK， 好。那如果没有介绍到的，上帝也祝福你，好，祝福你的全家。好，那我们也很恭喜我们的文信姐跟登灿兄，他们呢多了一个孙子出来哈。是那时候刚好牧师在国外，上帝也祝福你们。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哇，是我们昌卫的小孩。昌卫有在这吗？好 ，OK， 他可能在照顾小 baby 哈。恭喜你们哈！你们在神的里面，然后神就祝福你们的后代，感谢主。好，那另外呢，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有预购这个是祷告殿哈。好，祷告殿，那我们已经预定好的，那我们这个可以到后面来领哦哈。你要把这个祷告殿呢领回去，然后顺便把你的款项能够缴清楚账。OK， 要不然我们会堆积好多所以带回去。20个可以来购买，还有剩下20。哦，还有20片可以来购买，一片是100块，对不对？对，这个好是祷告。好，牧师要示范一下。好哇，这个祷告殿哈，这样夫妻一起祷告很棒。好，而且这个跪着，这个真的很舒服哦，哈。对，是好。谢谢，感谢主哈让我们在国外哈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服事，就是圣地亚哥的教会，突然间就邀请周牧师说，你们下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来讲道？临时的那我们去那个教会，更特别的是，那个教会说，牧师呢，周牧师呢讲华语，然后需要台语翻译。我说讲华语还要台语翻译，所以呢，就潘牧师就为周牧师台语翻译。请问在永光教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翻译过？有没有听过？没有，我们在那边第一次，所以让我们很紧张哈。对，但是在那边的服事也让我们看到，在那里的教会，他们的下一代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他们呢就要让他们能够认识中文、认识台语，所以那个教会还有歌仔戏哦，而且还是讲台语的歌仔戏，哇！那很多他们都是早期去那边经营事业，还有当医生都在那里，所以呢，成立了一个台湾人的教会。所以呢，也有他们的下一代是一个正要复兴的一个教会哈。感谢主，他们的牧师你知道几岁吗？91岁而已。91岁的牧师呀，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钦佩他呢。这位牧师呢，后来就有邀请我们牧家4位到牧师的家，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就这么第一次认识哈。就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然后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教会，还有牧师他亲自建立的教会哈，一直到现在91岁还在牧养。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要退休了呀。这是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很意外的恩典。那这位牧师他很谦卑，他说他可能年底或明年，他可不可以带他们的长子来台湾参观我们永光教会？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友好的一个合作教会哈。是上帝也大大祝福他们。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教会他们在寻找牧师，因为牧师太年纪大了，所以他们要寻找新的牧师哈。是，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然后呢也为他们这个教会来祷告哈。好，那这个时刻呢，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来祝福。
热情的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哦，耶稣爱你哦，大大的爱，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耶稣爱看看对面的人。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牧师最后提醒，下个礼拜几点？礼拜10点。如果不能来的要怎么样？请假。要请假哈，他特别拜托我们。那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上帝大能的膀臂扶持你们阿，门。让你们天天经历圣灵的引导、启示，以及他给你们的恩典，哈利路亚。让你们天天活出他的喜乐，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牧师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礼拜五有一个告别礼拜哈，所以我们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们都来关心这个家庭。那消息上呢，在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看。神祝福我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